国政府通过对台湾3500亿台票的军售案，这是川普上任了后第2届对台军售。面册出现法国政变的新闻，不过是 AI 伪造的假影片，却已经超过1300万介收看。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为2009年开始就会改伫咧网络平台 YouTube 免费直播。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台海情势紧张，咱的国防部今日表示，美国政府通过对台湾111亿美金，合台票是3500亿的军售案，上紧1个月后就会正式来实施。这嘛是为2001年以来美对台军售规模上大的一摆。美国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川普第2任期2届宣布对台军售。国防部讲，美国政府针对包括 M109A7 自走炮在内，计共8项，总额111亿540万美金，差不多3500亿台票的对台军售案，进行知会国会听事，有机会1个月了后正式生效。总统府表达感谢，显示美国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重视。持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并快速建立强韧嚇阻战力，发挥不对称作战优势。是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的基础。国防部对美方的决定表达诚挚的感谢。不管是国会端，或者是美国川普政府，正用具体的行动证明台湾的重要，也用具体的行动打破了以美论。第一个，我们买不到我们想要的比较先进的武器；第二个，我们是不是多买了？这是从2001年小布希总统以来，美国对台湾规模上大的军售案。包括美军现役的 M109A7 自走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甲上千粒的标枪飞弹、拖烧2比飞弹，还有 Otis 无人机，嘛纳入台湾战术网络部队各地应用套件，也就是 TAK。另外，后勤维保部分有超级目镜抓直升机零附件，汽车飞弹会当维修。专家分析，军售的项目涵盖源头打击到烟花防卫，对陆军战略范围完整有帮助。那美国呢，也是透过这一次的军售开始呢大量帮台湾囤积反战车飞弹跟这些无人机，因为自杀式的无人机跟反战车飞弹目前台湾不具备生产的能力唔那甲先进武器装备卖予台湾，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军持续训练台湾，嘛要求各个大学甲台湾建立联合计划。部署无人系统甲反无人系统，台湾军工产业大公司汉翔，这几年积极投入无人机的领域，嘛讲法案通过会带来正面的影响。无人机跟现在已经发展无人机反制系统，尽量跟其他友邦、跟其他友好国家公司来做推销，那也都获得很正面的回应。周建平表示，配合政府的政策，无人机甲反制系统已经列作是汉翔未来发展的重点。除了协助国内厂商量产，嘛开始自主研发，打造无人机的生态系。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三读通过在违法修正案，行政院长杜英泰唔附属，总统赖清德嘛无要公布。立法院委员会今仔日就邀请总统府秘书长潘平安，甲行政院秘书长张顺汉来备询。不过潘平安却无出席，那边就以人数的优势通过临时提案，包括牵接潘平安，佮移请监察院来弹劾杜英泰。立法院三读通过在违法。行政院长杜英泰决定唔附属，总统赖清德唔公布，引起南北不满。罗总统10月去台南主持城台沙仑病院动土，伊讲希望调野支持中央政府总预算，会当搁一届讨论在违法。立法委员不分党派都能够支持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审议，财政收支划分法也能够再次进行讨论，更合理的分配，让地方财政能够更加自主。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邀请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甲行政院秘书长张顺汉等人列席备询。不过潘明安无出席，调委洪晓玲大力谴责，批评潘明安渎职，表示国会在野指控赖政府创下宪政的恶例，所以联手通过2项临时提案，包括谴责潘明安，甲签名移请监察院弹劾杜英泰。什么时候中华民国的宪法给总统、给行政院长如此大的权力，大到践踏国会的立法权，大到自己扮演
大法官的角色。行政院引用第宪法37条的规定，启动我们的权利，真正的目的是要所有的议题都回到宪政的机制里面谈。针对若被提出弹劾，杜英台讲，在野的行动证明维持宪政机关运作的必要性，只要有任何宪政机制会当应用，伊拢愿意面对。也若国民党罗志强口说虚着力是罗总统的偶像，张顺涵要求爱随改正，双方一句来一句去。委员，请你更正希特勒是赖总统偶像的事，这里是国会殿堂，不要讲这种你自己的臆测，也是这种抹黑的臆测，就是事实。调查强度加悬，吴国昌表示，苏德来会伫议会提出对罗总统的弹劾案，到时总统依法必须爱立息。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即马是又搁要变天啊！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为明仔载，也就是拜五开始，全台湾拢会落雨，而且这天气是连绵寒、连绵热，各地早暗的温差嘛较大，提醒观众朋友要爱特别注意。台北乌阴淡冷的天气，敢若随时会落雨。气象署指出，受到南方云系影响，各地云拢真高。拜五、拜六全台湾拢会落雨，而且雨会真大。气象署预估这波水汽爱落到礼拜才会渐渐离开，到时中南部就会开放好天。不过北部、东半部会继续落到后礼拜一。明天的话，预计在随着时间越晚的话，这个西半部地区降雨的几率会越来越提高，而且下雨的地方也会越来越多。到了周六的话，西半部的雨会慢慢的停下来。那到了周日之后的话，就会恢复成比较东北季风型的降雨形态。那周日这一天的话，东北季风会再度的增强，大台北地区跟宜兰地区还是会有一些短暂的降雨。气象署也提醒未来会有2波东北季风影响台湾，第一波就是礼拜到后礼拜一，过来就是后礼拜三，到时温度会更较冷，有可能达到冷气团的级数。周日的话，东北季风会再度增强，而持续影响到周一，所以从周日到周一的话，在北部跟东北部的气温也会再度下降。周三跟周四的话，第二波东北季风再度增强，所以到时候北部、东北部的天气会再度的转凉。另外，气象署也提醒，这个拜六因为水汽有够，加上温度较低，台湾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拢有机会落雪或者是结冰，民众若要去山顶，爱注意安全。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做伙来关心国际新闻。顶礼拜伫咧面册是出现一段影片，讲这法国有军事将领发动政变，要推翻马克宏的政权，就亲像画面当中看到的安尼。有记者伫咧现场报道，而且因的背后佫出现巴黎铁塔、武装军人，甚至佫有这军用的直升机伫遐飞来飞去。会当讲是甲所谓重要的画面，这关键的画面拢总集合做伙。看起来是袂输有即回事共款，引起众人的惊吓。不过，这竟然是假影片，这是用 AI 去伪造的，所以已经有1300万人次收看。就连非洲国家的元首嘛，互这段影片去吓到，抓准是真的，赶紧去联络法国的总统马克宏。也这马克宏也要求面册母公司 Meta 就爱随落架。不过，凊头啊，说互 Meta 以无违反平台规范来做理由，拒绝抬掉。这项代志嘛引起各界的关注，因为即马 AI 技术是愈来愈强，类似这款假造影片，恐惊是会对公共的安全造成真大影响。For now, unofficial sources are describing a coup d'etat in France led by an unidentified colonel and the possible toppling of Emmanuel Macron. Live from Paris, the situation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as you can see, supporters of the colonel have taken to the streets. 这两条分别伫初9和11出现伫面册的假新闻短影片，观众若无进一步查证，将有可能就互骗着啊！看起来敢若真的新闻特派员摕有媒体标示的卖句，伫埃菲尔铁塔头前表示法国发生军事政变，伊后壁毋但有规身躯拢是武装的军人出现，空中阁有军用直升机飞过去。专业的新闻摄影想要翕，拢无一定翕会到的关键镜头，因竟然拢翕到啊！搁做现场的连线报道做甲干那真的。真的影片，无怪一个啊，就互看过1300万摆。就连非洲友邦的国家元首拢准是讲是真的，搁真烦恼，较紧用简讯去问马克宏，问讲伊即马敢有安全，敢有需要帮助。A Facebook message that said, "Dear President, what's happening in France? I'm very worried."
马克宏在收到信息了后，一开始是感觉讲这有够含的假新闻，内容是好笑甲有趣，而且随着要求执政团队来调查，而且向面册母公司Meta来举报，要求改这明显引起动乱的假新闻落架，但得到的回复是这无违反平台的使用规范，拒绝拆掉。When we have manifestly fake news that endangers public safety through destabilization, it must be possible to take them down. 这假新闻影片就安尼继续挂在面册，一直到17早起才封清除。马克宏前一天在马赛参加媒体读者的座谈会时阵，特别用这个例说明严格规范所谓媒体，含有必要来禁止青少年使用社群网络的重要性。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总统川普讲要对委内瑞拉进行海上封锁，禁止油船来出入。对此，这委内瑞拉的总统是无咧加插，而且国内嘛开始出现反美国的示威。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行入大厅，和访问的协会高层握手了后开始演讲。针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对美国来做海上封锁，马杜罗讲已经和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做电话会谈，认为讲美国的行动违反国际法、自由贸易和航行的自由权。委内瑞拉会坚持继续做自由贸易。Un gobierno títere que no duraría ni 47 horas, que llegue a entregarle la Constitución.La soberanía y toda la riqueza y convierta a Venezuela en una colonia. Sencillamente eso no va a pasar. Nunca, jamás. 川普在当地16是以美国真济当前没收美国的石油资产做借口，宣布对出入美国的船只来进行封锁。17面对媒体访问，表示为何不应该通过船只出入。Just a blockade. Not going to let anybody going through that shouldn't be going through. You remember they took all of our.Energy rights. They took all of our oil from not that long ago, and we want it back. But they took it. They illegally took it. 因为美国最近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是对涉嫌运毒的船只发动小连续的攻击，到17为止已经造成至少99个人死亡，嘛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和法律专家质疑攻击行动的正当性。面对美国连续几天的打压，美国的国内嘛开始反美的示威潮。Porque todas las comunas tienen que pronunciarse ante estas amenazas violentas y que se creen los supremacistas dueños del mundo.Ellos son dueños de Venezuela. 目前还无清楚美国是安怎来执行封锁，敢会动用到美国的海防防卫队来查船只。但是委内瑞拉驻联合国大使蒙卡达已经提交函文予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请求在当地18召开安理会会议，讨论美国对美国无当过的侵略行动。公司新闻单时同编译。过来看这罗湖停火协议是超袂好，即摆罗西亚的总统布丁是大硬，强调伫咧领土的这部分是绝对袂退让，而且佫公开侮辱欧洲的领袖，甚至是甲德国的公共媒体列作无受欢迎的组织，来加强打压无共的声音。罗西亚总统布丁拜三伫国防部年会炮轰西方国家，伊宣称因所有战线拢在推进，各用伫遐惊一时瞥想欧洲的政治人物。Все полагали, что за короткий период времени Россию они разрушат, развалят. А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подсвинки тут же включились в эту работу прежней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布丁批评因是公公咧对美国安怎要摧毁罗西亚，毋过这个迫害计划拢失败啊！面对布丁强硬态度，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示警，莫斯科是准备要明年继续交战。伊强调，罗西亚要用外交司令暗砍摧毁乌克兰的企图，乌克兰甲盟友必须爱看明真相并回应。І важливо, щоб вони не тільки бачили, а й реагували. Зокрема, партнери в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ах Америки, які часто кажуть, що Росія начебто хоче закінчити війну, але з Росії звучить зовсім інша риторика.
інші сигнали. 拄完成柏林外交超测的德国总理梅尼兹伫国会忝的布丁，伊表示要公开请求罗西亚至少伫亚战争期间停战。不过布丁的回应是真凶激，证明跟他靠外交是真恶结束战争。除了军事对抗，罗西亚嘛加强对外媒的打压。莫斯科宣布将德国公共广播机构德国之声列作无受欢迎组织，这代表任何形式的合作拢面临刑事诉讼。德国之声的负责人对此强调，袂因为安尼来让步。 This latest attempt to silence free media highlights the Russian regime's blatant disregard for press freedom and exposes its fear of independent information. 就伫各方小演的时，传出美国当咧向欧盟施压，要求慢车使用冻结的罗西亚资产来援助基辅。据了解，美方希望把这笔资产摕来做未来谈判的手牌。 不过，欧盟对安怎分担法律甲金融风险也无共识。布丁阁讲，若是乌克兰甲西方无要接受因的停火条件，罗西亚要用武力占搁较侪领土。伫莫斯科无要让步，西方的援助意见无同的情形下，这场战争的和平前景犹原渺茫。公司编译。 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是电影界真重要的活动，原底是敢若透过电视放送，不过为2009年开始就会改伫咧网络平台 YouTube 免费直播，就是希望会当互搁较侪人看到。也即嘛显示讲，其实即摆观众已经渐渐啊为传统的电视媒体转到网络的影音平台。 1929年开始举办的奥斯卡金像奖活动，为1950年才由美国三大电视网之一的 NBC 进行头一届电视实况转播。到1975年为止 ，ABC 甲 NBC 两间电视台真侪届为对方的手里争夺转播权。1976年开始到目前，这是 ABC 独家转播的局面。合约的期限是到2028年，也就是奥斯卡奖的100年纪念。 不过，这原来是 ABC 独占的重点。根据美国影艺学院甲谷歌公司17所公布的新合约，2029年至2033年这个期间，谷歌所属的影音串流平台 YouTube 会包括奥斯卡奖颁奖典礼、影星行红毯，也有下半年理事会奖等等所有相关活动，全球独家转播权。同时，所有 YouTube 使用者拢会当线顶免费观赏，独家过了10年来拍开电视机同款。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指出，奥斯卡奖的转播虽然伫2025年达到将近几6年来的高峰，收视人口估计有1970万人，不过甲19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卡袂到4000万的收视人口比起来，真正是差真济。这届转播权为传统的电视媒体转到网络串流平台，凸显电视媒体现阶段的困境。 随上为 Netflix、迪士尼 Plus 等影音平台流行了后，传统电影、电视观众就一直流失。串流平台会当伫电视也甲行动装置随选随看的特性，得到真侪少年族群介意。专门开发影音串流科技的业者欧思林伊讲，观众上重视也是内容，所以传统媒体若是会当制作有特色、互人介意的内容，甚至嘛加入串流平台的领域，要伫竞争正激烈的市场占一个位，嘛毋是无可能。公司新闻七家人编译。日本智库公布今年世界48个城市的竞争力排名。 伦敦连续14年拢摕到冠军，东京是排第2。也若咱台北是赢过美国洛杉矶、国意大利米兰等等的国际都市，为30名进步到24名。ロンドン、2番東京、3番ニューヨーク、4番パリ。 5番がシン加坡。日本智库公布2025年世界城市实力的排行，伦敦连续14年摕到冠军，全球城市前5名的排行，加到年过一摆并列等。日本智库公布的全球城市排行当中，在疫情之后，东京在观光、还有居住环境以及企业永续性上表现亮眼，超越纽约，成为全球第2名。文化交流につきましては3つの指標ですね。とりわけ観光地の充実度、ナイトライフ充実度、そして外国人訪問者数。 この3つがかなりスコアを上げております。日本国内有今年办世博的代办，嘛对去年的第35名一路超车到第18名。这嘛是日本的新纪念财团都市战略研究所对2008年以来当年拢会公布的排行。根据经济、研究开发、文化交流、居住环境、交通等6大领域，分72项指标来评分。台湾的台北是对过去10年拢伫30几名，今年第一摆入去到30以内来到第24名，破败到
13期美男日来瓦丁城市。環境分野は昨年の20位からそれによって2位に上昇して今台北の最大の強みになっております。企業のサステナビリティ評価こちらで圧倒的な世界1位を獲得しまして文化交流がやはり少し弱いなと。どうしても都市のスケールが非常にいい意味でコンパクト観光スポットの数とか密度という観点で見たときに他のロンドン、東京、ニューヨークとかいった大きな都市と比べてどうしても弱くなってしまう。研究员指出讲，面对气候变迁这课题，台北在环境影响概念的实践是得到真高的分数。另外，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嘛，带動排行升起嚟。上場株式時価総額が世界9位とそこに現れておりまして。まさにTSMC なんかも加わっている賞なわけ。排行升起嚟显示竞争力的提升，但是除了追求名次，透过各项指标的分析，更可以咱看到各城市有的强项和课题伫倒位。日本国际记者是驻日本东京报道。巴西是全世界上大的咖啡出口国，不过受到全球暖化影响，未来出产咖啡豆的品种是有可能会改变的。原本这品质较好，不过较恶种的阿拉比卡豆，恐惊就会渐渐去予有栽调冻高温的罗布斯塔豆取代，成做应对气候变迁的新选择。巴西是全球上大的阿拉比卡生产国。2022年的一项研究指出，因为气候变迁、地区气温升高、甲可化集团，巴西超过4/3上适合种植阿拉比卡的区域，未来可能无适合去再种。加上全球贸易紧张、甲极端天气的影响，互咖啡的价格愈来愈悬。即马罗布斯塔变做真有潜力的替代选择。Interior, essa história ela vem mudando. A gente sabe que você associando manejo de colheita e pós-colheita de forma adequada, você tem um excelente produto na xícara, com doçura, com acidez, com corpo, né, e com uma qualidade sensorial bem significativa. 阿拉比卡豆因为咖啡因的含量较低，脂肪甲糖分较悬，风味有幼露的花香甲酸度，真有赞处。长期主导精品市场，占全球咖啡种植面积的60%。产量市占率是要约8%，不过阿拉比卡对生长的环境要求较严，需要种伫海拔1200米以上，而且生长较慢，致使伊的产量较会受气候波动影响。目前罗布斯塔豆的市场伫巴西甲其他咖啡产国中一直增加。另外，罗布斯塔伫产量甲经济回报方面嘛较优势，互大量出口国伫面对气候风险的时，甲当作保险豆种。根据追踪全球咖啡产量的美国农业部统计，过去的10冬，罗布斯塔咖啡的产量增加超过8%。Robusto è un caffè che tem bastante corpo, e faz bastante crema para espresso, è maravilhoso, di chocolato, nozes, é maravilhoso para um café espresso. 制定全球精品咖啡标准的精品咖啡协会 SCA 今年有修订评鉴书课程。鼓励专业人员详细合适评级阿拉比卡甲罗布斯塔咖啡豆。课程修订后，受训合格评鉴师就袂受到豆种的限制，会当正确描述甲评价所有的优质咖啡。2026年 SCA 阁计划修订风味描述思维表，加入芳香香料味等，阁较会当形容罗布斯塔的风味。未来你我手认的咖啡会出现无同的口味，等待咱来欣赏。公司新闻编译。西班牙是欧洲重要的农业大国，其中这种葡萄的面积阁较是世界第一。当地就业者用10年的时间培育出新的品种，叫做红梅葡萄。即马是已经伫咧英国的市场卖甲下叫。西班牙产菜西瓜子的重要产地，红尼梅里亚省的市场卖这款红葡萄，外表看起来无啥物特别，解甲一喙，伊的肉甲一般的葡萄无相像，亲像樱桃同款红叽叽。You can use it for fruit salad. It's a nice color for it. 这款红皮红肉新品种的葡萄，风号名做红梅葡萄，是伫墨西亚一间育种的公司开10年培育出来的，因无用基因改造，是用互相配种的方式，甲会当食的葡萄，甲结酒专用的较老的红肉品种，甲因交配。It's very manual process. Well, the process is very similar to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other table grape varieties. It starts in flowering time, in which we take pollen of a variety
and we use this pollen to fecundate the flowers of other varieties. So fecundation takes place, and inside of the berries, it is creating an embryo that takes the genetic information of both parentals. So out of those embryos, we generate population of hybrid plants that have the trait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at we are looking for. So our job is to evaluate thousands of hybrids to select the best ones. 西班牙是欧洲重要的农业大国，有欧洲的菜篮甲果子园的称号。其中种葡萄的面积是世界第一，目前大约有6公顷的土地种红莓葡萄，4个月时间就会当收成。主要是小企英国，高成拢伫满300岁咧卖。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